你好，我是郭文吉，欢迎收看成大医院电视健康讲座。今天的讲座我们除了谈成人疾病之外呢，那我们今天也特别锁定婴幼儿疾病，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那我想特别因为小 baby 他不会表达疼痛，只会用哭闹。不过哭闹是害怕想要抱抱，还是要换尿布，还是肠胃不舒服等等，这个原因很多哦。那我们今天透过节目特别要提醒父母亲得要提高警觉，因为小孩哭闹又呕吐，只是肠胃炎吗？有可能是肠套叠的危机哦。那千万不能够忽略，赶快就医。那么今天到底什么是肠套叠？我们特别邀请到成大医院小儿部罗小玉医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有请罗医师先跟观众问好。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成大医院小儿部罗小玉医师。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小儿腹部急症的知识。好，欢迎罗医师，那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哦。那这个肠套叠，俗称这个大肠包小肠，那也有人形容就像这个肠子绑上橡皮筋的感觉哦。所以开始请医生让大家对这个肠套叠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肠套叠是什么呢？其实它顾名思义就是肠子交叠互相套在一起。然后我们都知道肠子是一个中通的管状构造，当一部分的肠子套进邻近的肠子内部，造成类似像大肠包小肠的这种状况，我们造成肠胃阻塞的情形，称之为肠套叠。而肠套叠它最常见的型别就是所谓大肠包小肠，就是小肠的尾端套进大肠的近端，造成阻塞的情形。其实也有一部分的人他是大肠套大肠，或是小肠套小肠，偶尔也会出现有连环套的状况，好像小肠套小肠，之后再套入大肠这种状况。对，所谓有连环套的症状，那如果这个阻塞久的话，会不会有什么特别严重性？跟大家讲一下。对，就是肠子如果套住太久，或者说卡住太紧的时候，它就会造成肠子的血液循环受阻，进一步造成肠道缺血坏死。而肠道的缺血会造成一个剧烈的疼痛，所以在婴幼儿还无法用言语表达疼痛的这个年龄呢，他们常常会以就是剧烈的哭闹、尖叫来表现。而肠套叠这个疾病呢，也因为肠子会有一个蠕动的状况，所以它有时套得紧，有时套得松。套得紧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剧烈疼痛，偶尔当它套得比较松的时候，它就会疼痛缓解。因而这个症状最典型的就是情形就是间歇性的剧烈腹痛，而在幼儿就会以间歇性的剧烈哭闹来表现。听说这个血便上面是不是也很容易是来分辨这个，也是蛮典型的一个症状？对，就是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血便，通常是在肠道缺血一段时间，肠子黏膜受损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出现草莓果酱般颜色的血便。而肠套叠的症状其实也不只有就是间歇性的哭闹、呕吐跟血便，有时候孩子在这样子一个状况下无法正常的进食，他有时会出现脱水、全身无力、疲倦不堪的这种状况。当孩子如果已经脱水严重的时候，他反而就不一定有力气在哭闹，反而会以就是全身无力瘫软，有时候就是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的这种情形来表现。是，这样听起来这个肠套叠很严重哦，所以一定要仰赖爸妈的一个机警哦。所以除了刚刚提到一些明显的症状之外呢，我们谈谈为什么这好好的肠子会套来套去发生所谓的肠套叠。对，其实在好发年龄大概2岁以下的幼儿来说，发生肠套叠的个案大概有超过80%到90%，其实都是找不出明显的病因。而在一些反复发生肠套叠，或是在非好发年龄，例如像是大于2岁、3岁的比较大的儿童，甚至成人身上，我们偶尔是可以发现一些病态性的前导点。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叫梅克尔氏气室的这个结构上的异常，然后也有一些其他的病态性前导点，包括像是肠道息肉、淋巴增生、
肠系膜的淋巴结肿大，甚至是一些肿瘤等等。那就比较严重了。那另外也有人提到所谓这个饮食习惯的改变，比如说添加副食品不当，是有可能会引起吗？其实肠套叠这个疾病大概就是大部分原因不明，少数是有一些我刚提到病态性前导点，因此就目前的医学研究显示，应该是跟副食品的添加没有一个明确的相关联性。OK， 我刚刚医师有提到所谓好发的年纪了，这部分再跟大家做个详细的说明。对，肠套叠它是好发于3个月大到2岁、3岁的幼儿，是也因为就是在这个年龄，儿童没有办法有明确的用言语来表达腹部疼痛，所以他们就是会以间歇性的哭闹，对，有时候会是每15到30分钟一次，非常剧烈、难以安抚的哭闹，有时甚至会痛到在地板或是床铺上打滚、尖叫。这就跟明显一般我们常见的一些肠胃炎就有一个疼痛上的明显的区别。另外就是它会发生肠子塞住、阻塞的状况，所以它会有呕吐。当它套住久了，就有可能产生血便以及它无法进食、呕吐会产生的脱水症状。所以这些也都是可以给各位家长跟观众朋友一个警讯，就是说当孩子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它有可能不是只是单纯的肠胃炎哦。因为为什么统计起来这个男婴比这个女婴比较容易去好发，然后或者是特别说这个连这个比较胖嘟嘟的小孩子更容易受到肠套叠的青睐，是这样子吗？目前大概肠套叠统计起来，它发生率大概是1/1000到4，各国统计起来都是男生发生的机会比女生高。是对，然后目前大概研究上还没有特别显示说为何会有这样子一个男女上的差异。不过就是当孩子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如果你又是特别是男宝宝或是男孩的时候，那你就要更加的小心。OK， 是。好，那婴幼儿常见腹部挤症，除了爸妈要够机警，然后透过一些刚刚提到的明显的症状来察觉之外，那医生我们如何进一步来确诊它就是肠套叠？肠套叠它的诊断标准就是使用腹部超音波检测。是。当我们可以在超音波的探头下看到一个明显肠子2个交叠的状况，也就是会看到外圈有一个肠子，内圈也有一段肠子产生的一个标靶型的真相，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超音波的这个发现来确诊它是肠套叠。所以我们的医师在检查病人的时候，我们有时偶尔也可以在小朋友肚子放松的状况下，可以触诊摸到一个这个肠子套住的肿块。当然在孩子哭闹的时候，有时就会检测会比较困难，因此我们当然还是会在怀疑的个案使用腹部超音波检测，它就是它的诊断的一个方法。有没有特别是哪一端，比如说是右下或是左下，听说是这个位置是有关联的吗？大部分的就是刚刚有提到，最好发的就是大肠包小肠，所以它通常可以发现这个标靶一样的真相会发生在肝脏的下缘，或者是右下腹的部分。当然我们在做超音波检测的时候，我们当然还是全部整个腹部都会做一个检查，因为偶尔也是有遇到刚刚有提到像小肠套小肠或是大肠套大肠，这时候他们可能发生的位置就不是在常见的右侧腹部。所以如果看到所谓的圈饼状的图形，它就是所谓的也是套的这个感觉吗？还是这样？对，所以它就是会显示会有一个标靶状的样子，就是当我们肠子互相套住的时候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就可以看到外圈的肠子套住内圈的肠子。对，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就很像我们射箭的那个标靶的形状。是，了解。好，那我想如果我们这个以超音波为主那非常迅速方便那自己肠套叠如果它不就医，它会自己好吗？其实绝大部分都不会自己好。对，而且加上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如果不治疗的话它有时候会出现肠道缺血坏死，肠道穿孔甚至产生腹膜炎、败血性休克这些严重的并发症。因此它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它除了腹部超音波之外，还有辅助腹部 X 光之类的吗？
腹部 X 光有时候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初步怀疑的线索，但它并不是一个诊断的工具。是，因为肠套叠它是肠子阻塞，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在 X 光片下看到肠气分布不均匀的情形。是，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又是好发年龄，症状又有一些典型的出现，那我们大概就会看完这个 X 光，大概就会建议要安排腹部超音波去确定是否为肠套叠。OK， 好，其实我们刚刚听这个。光听这肠子打结，就是一定要赶快处理，不能够拖延哈。而且之前提过，如果小孩子不正常的哭闹、呕吐就是根本没办法去安抚就应该要赶快来就医检查。那医生，如果我们确诊是肠套叠，我们该怎么样来治疗？我们是不是先用所谓的灌肠的方式？对，我们通常在孩子诊断时，如果是一个稳定、尚未发生刚刚提到一些腹膜炎之类的并发症时，我们会先使用灌肠复位治疗。灌肠复位治疗其实有分许多种，它有包括说备剂的药水，或者是使用生理食盐水，有一些是会使用空气，这种灌进去之后，利用水压或者是气压的方式，将套住的肠子解开。当孩子在诊断时已经产生了并发症，或者是使用刚刚提到灌肠复位失败的，我们大概就会改用外科手术的方式治疗。然后外科医师会在病人麻醉的状况下，在手术室，就是切开伤口之后，会用手动的方式将套住的肠子松开。万一他这个情形是已经有发生肠穿孔或者是肠道缺血坏死的状况，外科医师就会判断这段肠子可能会需要是否要切除。那所以刚刚提到所谓备剂的灌肠是怎么样进行？那就是属于一种显影剂嘛，对不对？对，备剂药水它是在 X 光片下会是呈现白色，而肠子内的空气是显示为黑色，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利用这个 X 光的引导下，将药水灌入，从小朋友的肛门的部分用一个软管将药水灌入，然后利用水压，这个备剂药水的水压将套住的部分松开。在 X 光片下，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备剂药水通过肠子的一个顺畅度，可以确定说是否有贯通。那你们怎么选择是要用备剂，或是空气，或是食盐水？这三个有什么不一样的效果吗？对，这其实就是各家医院可能都有不同的选择，或是医师的喜好。基本上它的原理就是药水或者是生理食盐水，就是利用水压去解套，而空气的话就是利用气压的方式解套。然后刚刚有提到，其实备剂药水灌肠它是可以借由 X 光的一个拍摄下去显影。然后如果是使用生理食盐水或是空气灌肠的话，则会用超音波引导去确认它这个标靶样的真相。在我们这样的治疗下，确定是有通开消失的状况，就是代表说有成功解套。那如果提到真的，一旦这个肠子坏死要切除，这后续会有什么影响吗？对，所以这个就是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的，对，肠套叠这个诊断一定是要尽快就如果有怀疑，一定要尽快诊断、尽快治疗。当它如果拖得太久，就有可能产生刚刚提到的一些像肠子缺血、坏死、穿孔、缺血这些状况，而这个状况就会是它套住的部分影响的范围多寡。当它套住的范围影响的范围大，就有可能会需要切掉比较长一段的肠子。这个如果说切除的肠子比较长，对于孩子的一个消化吸收以及术后的恢复都会有着剧烈的影响。所以一旦有这样子一个症状的话，送到你们儿童急症的时候，你们在急诊过程当中都会有所外科医生陪同一起来做进行，对不对？我们在这个治疗的部分大概是会由放射科医师进行备剂灌肠复位。当如果患者在诊断时就已经出现了并发症，或者说病况生命真相并不稳定的时候，我们就会会诊外科医师，由外科医师安排后续的一些手术治疗处理。是。
那我想说患了这样肠套叠孩子在第一时间得到正确的诊断治疗以后，那一般的预后的情况是如何？那多久就可以恢复他的食欲跟活力这样？对，如果是没有产生并发症，接受灌肠复位成功的孩子，基本上他只要在他情绪比较平复了，喝水确定不会吐的时候，就可以慢慢的恢复正常的饮食。通常我们都会建议住院观察1天，确定他的状况、吃的情形，以及没有复发的状况，大概就可以出院。当然，如果这个孩子他在诊断时已经出现并发症，或者是使用灌肠复位失败，接受外科手术的话，当然他住院需要一个治疗的时间就会比较久。然后另外也是要看他在手术进行的术式，若患者是没有接受肠道切除，一定是会比接受肠道切除的患者，那个恢复的时间会有所不同。是。那提到会再复发，我想是一个蛮肯定的答案嘛，是。对，许多家长都在套住贯通之后都会问，就是说，这个情形还会再复发吗？答案就是是的，它还是有机会会复发，并不是好了以后就终身免疫了。对，所以我们才会说，这个家长在他贯通之后，都还是要非常的注意孩子有没有再出现类似的症状出现。所以真的非常提高警觉，因为确实是这个原因是不明的嘛，所以当然我们如果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有所谓这个黄金治疗时间吗？或者是避免这个肠道真的坏死甚至死亡的？对，通常是当典型症状出现3天之内，然后或者是没有出现，我刚刚提到生命真相不稳定。腹部检查没有出现一个腹膜炎的状况，大概都还是算是在一个黄金的治疗期内。当已经出现了明显腹膜炎的真相，或者说生命真相不稳定的时候，这时候可能就代表他已经进入一个明显并发症的时候了。你像特别刚刚在诊断或者说你在治疗右选用背剂的时候，也有提到所谓大概48小时之内，如果发现这个状况是 OK 的，还可以就是持续进行这样子吗？通常48小时内就发现了，大概贯通的比率是相当高的。是，所以一般就是我们希望把它时间控制在这个时间内，就是可以马上进行，还是说？所以治疗的时机点，所以我们说尽快诊断，尽快治疗。如果在急诊我们发现已经确诊肠套叠个案，我们都会立刻联络放射科医师。如果他的状况是适合使用背剂灌肠，我们也都会就是尽快的安排这个复位术，让他能够尽早的把肠子松开，避免发生肠道缺血坏死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天谈这个肠套叠，因为它的症状不管是这个呕吐啊，或者是说小孩子哭闹，这跟很多肠胃炎的疾病很像所以我们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区别？对，因为它好发的年龄在幼儿，有一些发生在婴儿期的家长可能会误认为孩子会不会有可能是肠绞痛，因为肠绞痛也是会产生一些哭闹不安，甚至吐奶的状况。但是在肠套叠来说，它一个很典型的特色就是会一个很明显间歇性，每15到30分钟剧烈无法安抚的哭闹，所以在说给他喂奶、换尿布、安抚都无效，很明显一直间歇的会出现这些哭闹，又合并呕吐，这种状况下都会建议要带给小儿科医师诊治，看是否需要做腹部超音波去确认是否有罹患肠套叠的情形。特别是他哭闹的状况不明也比较不一样或者说他整个在治疗方法上也有很多的不同嘛，是？就肠套叠的部分，大概治疗的方式刚刚有提到，就是灌肠复位术，或者是手术复位治疗。如果是一些单纯的像是肠绞痛、肠胃炎，这些部分大概就是会根据它实际的诊断有所不同，当然会给予的一些治疗的指引也会稍微不一样。如果是婴儿的肠绞痛，它目前其实也是有一些原因不明的部分，当然我们大致上会叫家属可能可以用一些
部分水解的配方，或是用一些低频的声音，来稳定孩子的一个情绪。是，因为像如果他真的非常很疼痛，他是间歇性的，在那过程当中，一般建议你父母要怎么样去所谓的安抚呢？如果是在肠绞痛的部分，刚刚有提到就是低频率的一个声音，或者有一些会是称之为白色噪音，例如像是一些吹风机、洗衣机，或者是汽车引擎发动的这些低频率的声音，目前是有许多经验是显示说它是可以稍微安抚孩子的这种肠绞痛引发的哭闹不安。当然也是有少部分的研究显示可能跟一些牛奶蛋白过敏有关，所以在这类的孩子，我们也会建议家长是可以考虑换成部分水解的配方奶，然后如果是喂母奶的妈妈，就是减少妈妈本身减少摄取一些高致敏性的食物，例如像是鲜奶、带壳海鲜这类坚果类的食物，妈妈就是尽量避免食用。因为母乳其实是一个过滤效果不大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妈妈吃什么，其实母乳里面就会有这妈妈饮食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如果是不喂母乳的妈妈，会建议她避开这些容易造成过敏的食物，避免说从她的母奶带给孩子这些高过敏源的一些成分。那当然，一般肠套叠是发生在这个婴幼儿，那成人也会有这种状况吗？对，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肠套叠其实是好发在3个月到3岁的幼儿，然后成人其实偶尔也是会发生，不过在非好发年纪的一个青少年或者是成人，其实就值得去做进一步的检查，看是否有刚刚提到一些病态性前导点的情形。是。像医生在你的职业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比如说在急诊的过程当中比较印象深刻的个案，跟大家分享，也提醒大家一些肠套叠的相关的一个讯息？我们之前在急诊也是有遇过一个1岁大的男孩，他大概已经发生就是剧烈腹痛，恶心呕吐，已经差不多2天多的时间，在就诊的时候也开始出现一些典型的草莓果酱色的大便，然后孩子来的时候其实也是已经脱水到已经疲累，就是活力不好了，对，所以当时我们就会让他先空腹，因为他肠道不通是不能吃东西的，另外会给予他点滴，补充营养跟水分，稳定他的一个生命真相。然后接下来就是进行腹部超音波，确诊他是有肠套叠的状况，我们那就很快的召会了放射科医师，安排了背剂灌肠复位。可是很可惜的是，这个 case 这个个案，他在背剂灌肠的时候，因为他的肠道黏膜已经很脆弱了，所以这时候背剂灌肠的时候，肠子就产生肠穿孔的状况，所以就最后是由外科医师进开刀房，帮他把这些腹部的药水以及它肠穿孔的部分做一个修复，以及它套住的部分做一个解套的动作。因此，其实这个个案也是告诉我们肠套叠的一个诊断一定要尽早的诊断，尽快治疗，才能够避免发生这个后续的一些后遗症。像这个 case 可能就是因为套住的时间比较久了，肠子黏膜已经相当的脆弱，就有可能会发生这种就是背剂灌肠药水会造成肠穿孔的状况。其实在这些背剂灌肠的一些风险的说明书上，其实也都会有提到。当你如果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并发症，可能就不适合用背剂灌肠复位。而背剂灌肠复位仍然是有就是造成肠道穿孔的一个风险。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视他当时的肠道黏膜的一个健康程度而定。当然，如果可以越早发现，肠子没有那么脆弱的时候，贯通的比例其实是相当高的。就是避免它再复发，那当然也可以，可能让这段期间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治疗。那像一般到这个儿童急症或者急诊，那个都是会比较明显，还是比较典型的个案吗？还是有比较特别的？
对，有时候会是家长他认识的亲朋好友的小孩有得过。他们就是口耳相传。有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我的小孩好像有一点类似的症状带来。有时候偶尔也是会在这些比较有警觉性父母带来的孩子上，有时候也是会发现就是肠套叠的个案。那另外也是希望借由今天这个机会让各位观众朋友和家长们能够对于肠套叠这个疾病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然后之后如果孩子有出现类似或是疑似的症状的时候，也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的带家中的孩子去看小儿科医师看由医师判断是否需要进行肠套叠相关的检查。对，一般这个儿童的一个急症，或者跟这个大人当然是毕竟是不同的哈，所以我们想说，如果类似这样的小朋友的急症一定要找这个我们儿童的专科医师来跟大家为大家来诊治哦。那有没有特别是因为这样的状况，有些人是因为误诊的状况？因为现在台湾就医其实是相当方便，就诊所林立。不过其实，在非小儿科的医师，也有许多家长会在小朋友生病的时候带去非小儿科医师的诊所去看，耳鼻喉科啊之类的。对，就是不过刚刚有提到，其实儿童随着年龄不同，造成同一个症状的疾病，背后的病因其实也有所不同，尤其是在1岁以下的婴幼儿，一些非小儿科医师可能对于这种比较小的婴幼儿好发的疾病并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会建议家长家中的孩童生病的时候，尽量还是优先带给小儿科医师诊治。OK， 好了，我想说我们今天谈这个肠套叠婴儿他有这个疼痛，他并不会去反应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早能够带到我们的小儿专科医师来做治疗。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医师的分享，也祝大家能够平安健康，我们再会。